你有冇試過有一段時間見電視都唔信？唔係大災啦，係那從說不出口的頓痛。工作上明明已經盡力，升職個位還是落在別人身上。家裏明明沒有大爭吵，但每次飯桌上的氣氛都像拉緊的弦。出門搭地鐵，月台上人擠人，你站在人群中間，突然有一種強烈的感覺，你唔知自己為何站喺度。好多人將呢種感覺叫做衰運。最近流年5里8字蚊，睇水當頭，去廟裏拜一拜，換張符水或者乾脆告訴自己忍過呢段時間就好。但係高僧從來唔係咁講。佛沒有句話，流傳咗2500年，但現代人幾乎冇人認真聽入耳。而不種不生娑婆，你來到呢個世界本身已經帶着功課，那些人你喘不過氣的處境，唔係老天爺跟你過不去，係你帶來的功課，到了該還的時候。唔係你命差，唔係你命差，係業障從嗰陣，你的身體同埋你周圍嘅環境都係在給你信號，只係你唔識睇。好多香港人以為業障這件事要去到廟裏，要請法師，要燒香點燭才能處理。呢個想法本身就是一個執着。佛陀從來沒有說過業障是一張可以在寺廟櫃台處理的單據。地藏菩薩本願經入面講的業力，從來唔係一個可以外包的問題，佢係你自己種下的因，在你自己的身上結成的果。沒有任何一炷香，任何一位法師可以替你還清你自己欠下的功夫。咁點先知道自己業障重？高僧的答案從來唔係心悲的。佢哋說你的處境就係你的業障鏡子，鏡子唔會騙人。你睇下自己身邊有冇一重關係，不管你點處理，就係解不開。有冇一重處境，換了工作，換了地方，換了身邊的人，同一重委屈還是回來。有冇一重情緒，你以為早就放低，某個夜晚又突然衝上啦，像從來冇有撕開過。呢啲咪倒霉，係因果在提醒你，呢一課你未學完。佛經入面有云：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磨，因緣會遇事，果報還之實。呢句話係話，就算過了千百世，你所做的業唔會無端端消失。當因緣聚合嗰陣，果報始終會來到你面前。用今日香港人嘅話嚟講，就算你揾工、衣物、斷路，你帶住嘅功課，就係跟住你走。呢個唔係恐嚇，係一個最誠實的提醒。你處理的唔係外面的處境，係裏面那個種下因的人。細細個住喺將軍澳嘅陳護士，今年42歲，做嘢間已經做了16年。每晚11點出門，踏上將軍澳站月台，地鐵車上你只剩下起起落落的夜歸人。佢昔日話自己唔怕夜更，習慣了一個人食飯，習慣了日頭自救有日，習慣了日頭睡覺，習慣了家裏永遠安靜。但係去年開始，佢發現自己越來越容易喊，唔係因為什麼大事，有時候只是病房裏一個老人家望住佢嘅眼神，有時候只係回到㗎，看見桌上那碗自己煮的白粥，突然眼眶就紅了。佢唔明白點解，佢算命對方話最近情緒萎縮，佢信了一段時間，但情況沒有改變。直到有一晚，病房裏一個老婆婆臨走前拉住佢的手說了一句話。婆婆說：你心入面有樣嘢放唔低。婆婆唔係法師，唔係算命先生，佢只係一個將走的人用最後的清明看見了陳護士自己從來不肯承認的東西。陳護士當晚回到家，坐在廚房的椅子上，第一次認真問自己：我究竟放低嘅係咩？唔係工作，唔係嘅，係咩？唔係工作，唔係夜間，係他18歲那年媽媽賜佢的方式，以及他之後24年從來沒有對任何人，包括自己，說出口的那句：我好唔明點解係咁。那一晚他才明白，他的眼淚從來不是情緒萎愁重，係業障在說話。就好似你喺地鐵站月台邊站住，列車未到，那段等待的空白裏，有樣嘢突然浮上來，然後你立刻拿起手機，立刻打開某個 app 把它一撻，係你壓住的那樣嘢，可能已經壓了好多年。佛法唔係叫你將頭挖出來反覆折磨自己，但佛法話你知，你壓住的嘢唔係消失咗，係沉落水底，在等一個力量夠大的時候
再浮上來。而那個浮上來的時機，就是你的業障在敲門。你以為嗰啲過去咗嘅嘢係歷史，其實係鏡子，佢哋從來冇走，只係等你夠膽摸入去。而家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唔使答我，答自己就好。你身邊有冇一重處境？不管你點改變外面透還係懶是回來，如果有係留言佢話我知，我會睇每一個留言，我會睇每一個留言。呢個問題唔係要你翻聲，係要你認出那個不斷會來的處境，就是你的業障，雖然在指路，但係釋出業障在說話，只係第一步。更難嘅問題來了，好多人知道之後，立刻去廟裏、去道場、去求神問卜，但高僧話有一重求，唔係消業，係在加重枷鎖，去錯地方，抵唔去更上。你有冇試過拜完之後，拜完之後？感覺更好，唔係拜得唔虔誠嘅係那重跪低上下許願刺開，然後走出廟門，陽光照落來，你突然發現心裏那塊嘢還在。好多人以為係自己唔夠誠心，於是下次拜多幾着香，跪耐一點，願望講得更仔細。但係高僧從來唔係咁睇呢件事，佢哋睇見的是另一樣嘢。你帶住恐懼去拜，只會把恐懼拜得更深。唔係所有求都係消業，有一重求係喺加重枷鎖。呢個講法會令好多人唔舒服。香港人拜神，從小耳濡目染，鹹媽初一15點響，婆婆每年去黃大仙還願，逢年過節全家去廟裏行下拜下，係一重文化習慣，也係一重集體情感。我唔係話呢啲有問題，我係話拜的心態決定了你在做緊咩。同一個跪低的動作背後可以藏住兩種完全不同的心，一重是感恩是臣服，是我明白自己渺小，我願意放低執着交託出去；另一重是恐懼，是講條件，是我給你香火，你幫我搞掂件事。第一重是真正的皈依，第二重佛有個字形容談，用淡的心去拜搖輪，用淡的心去拜，你拜的唔係佛，你拜的係你自己的執着。你許的每一個願都在告訴宇宙，我好怕失去呢樣嘢，而每一次重複那個恐懼，業力就再落深一層。佛經入面有云，若意識見我，以音聲求我，使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金剛經呢句話係話，如果你用眼睛去找佛的形狀，用聲音去向佛討戒還戒，你走的已經唔係佛道，你見唔到真正的娛樂。用今日香港人嘅話來講，如果你去廟裏帶住的是一張心願清單，你見到的只是你自己的慾望披住一件神明的外衣。呢個唔係話神明唔靈，呢個係話業障的根在你心裏，唔在廟裏。來2500年前，500年前，古印度有一個富商叫做質多羅，質多羅家財萬貫，但有一件事令他寢食難安。他的長子已經30歲，還未娶妻，正一遊手好閒。在外面欠下大筆賭債，質多羅每年都去禮拜佛陀住錫的祇園精舍，供養豐厚，向發仙果從不間斷。但他每次去帶的問題只有一個：世尊我人何時能浪子回頭？有一年佛陀對他說了一句話，佛陀說：長者，你可知道你每次來此，你人在做什麼？質多羅答不出來。佛陀說：他在等你回日。質多羅當下愣住，他後來想路很久，才明白佛陀的意思。他把所有的擔憂都帶來禮拜，但他從來沒有帶着那種擔憂坐在人之面前說一句：我想了解你。他供養的是他的焦慮，他從未供養的是他的陪伴。那一年之後，質多羅沒有再來祇園精舍問徒一個問題。他回到家，第一次在飯桌上問人子：你喜歡咩？佢哋談了整整一夜。千年之後，這個故事換了一個地方重演。旺角廟街附近有一條短短的巷子，入地當求籤問卦的檔口。阿珍今年55歲，住附近的舊唐樓，結了婚，一個人住。他的女人移民去了英國，3年沒有回來。阿珍每個月都來這條巷子，有時求籤，有時只是坐下來，讓檔主幫他看看最近運勢。他每次都問同一件事：我女幾時回來？檔主幫他看。
有時說下半年有轉機，有時說今年流年唔嚟。要花界，阿珍每次都買一些花界用的東西帶回嘅。3年了，他屢沒有回來，但阿珍每個月還是來。有一晚，他走出巷子，經過一家茶餐廳，見到裏面的大台，一家幾口在嘈嘈鬧鬧地一飯。阿婆幫孫仔夾菜，阿媽在幫住個女講嘢，聲音穿過玻璃頭出來。他在外面站了很久，他突然想起上一次他同他女一齊食飯係幾時，他唔記得了。他只記得那頓飯到個福，他哋講的最後一句話是爭吵，然後他離去了英國，他開始每個月來往過這條巷子。他供養的是他的思念，但他從來沒有拿起電話把那份思念直接說給他嚟睇，就好似你喺地鐵上睇住手機屏幕裏某個人的頭像，思念得要死，但真係唔落去。你以為係怕打擾對方，但佛法講那是執着在保護自己。如果你打了對方沒有回應，你的執着就冇處可藏，所以你選擇唔打，讓那份思念永遠住在你心裏，完好無缺地封存着。你供養的是那份思念本身，唔係人，唔係那個人。帶住執着去求，業障只會愈求愈深。你跪低的每一次，不過是把那個放唔低嘅嘢再供一次房。真正嘅消業道場，從來唔係一個地方，係你終於肯帶住那個放唔低嘅嘢走向他，而唔係帶他去廟裏再供一次。每一個留言區留第一個阿彌陀佛，每一個阿彌陀佛都係一份對自己的承諾，我願意開始把供養獻給，把供養獻給真實，而唔係執着。但係咁講，可能你會問，咁究竟去邊度是啱？告訴我，真正的消業道場有3個。第一個唔係寺廟，唔係山上，唔係任何一個需要你買門票或者燒香的地方。第一個道場就在你最怕面對的那個人面前，而那個人好多時候唔係別人。你有冇一個人係你最唔想喺腦海裏出現，但又最常出現嘅？唔一定係仇人，有時候係一個令你又愛又恨的家人，有時候係一個傷過你但你從來沒有當面說出口的朋友，有時候那個人甚至已經不在了，但佢的面孔還是會在你最累的夜晚靜靜浮上來。你有冇試過？有問你有冇試過？每次想到那個人，胸口就有一塊嘢，說不清是什麼，但就是壓在那裏。古真話，那個讓你胸口有反應的人，就是你的第一個道場。唔係因為你要去原諒佢或者和解，係因為你跟那個人之間未了的業，就係你最沉的枷鎖。而枷鎖的鑰匙從來只在你自己手裏。好多香港人聽到嚟到，第一個反應係點解係我？明明係佢錯。呢個反應本身就是業障最聰明的保護機制，佢讓你把注意力放在誰對誰錯，而唔係放在這段關係在你身上留下了什麼。是非對錯係法庭的語言嚴厲，唔講對錯，只講你還帶住記重。一段關係傷害了人，一段關係傷害了你，這是真實的。但係你此後用多少年，用多少個夜晚，用多少次莫名其妙的情緒反應，繼續養住那個傷，那部分係你自己選擇的。佛法唔係話你唔應該有情緒，佛法話你可以被傷害，但你唔需要把那個傷害變成你餘生的放下。佛經入面有云：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蘊色重生，無法而不在。和華嚴經呢句話係話，你的心就像一個技藝精湛的畫師，整個世界都是他畫出來的。你經歷的每一份傷痛，每一段關係，每一個處境，都是你的心一筆一筆勾勒出來的。用今日香港人嘅話來講，你以為係別人傷害了你，其實係你的心選擇了以某種方式去經歷那份傷害，並且把它畫進你的生命裏一片。呢個唔係話你活該，係話改變那幅畫的人只有你自己。唐代武則有兩個僧人，一個叫韓山，一個叫拾得。韓山出身書香世家，年少時才華橫溢，一心想考取功名光宗耀祖。但他屢試不第，家道中落，妻子改嫁兄弟所賜，他帶着滿腔的憤懣與羞恥，獨自引入天台室，在看顏色忽離住了下來。他在石壁上寫詩，
寫盡了人情冷暖，寫盡你世態炎涼。字裏行間有一重冰冷的傲氣，是你們不懂我。拾得是國清子的處爭，出身低微，據說是被人遺棄的孩子，幼稚園收留長大。他從來不寫詩，只是每天在廚房洗碗、摘菜、餵貓，偶爾把子嚟吃剩的飯菜打包送去山上給寒山。兩個人就這樣來來往往。有一天，寒山問拾得：世間有人抱我、欺我、辱我、笑我、欺我、治我、賤我、賤我，當我應當如何處置？拾得放下手裏的掃帚，望住寒山說：只需忍他，讓他有他俾他，愛他，敬他，再待幾年你似看他。寒山沉默，海生沉默了很久。他後來在石壁上寫：我昔曾經笑別人，今朝還被別人笑。那一刻，他在山上寫了那要多年的詩，控訴世界的冷漠。其實每一首都是他在反覆革新那號上，他把那個傷過他的世界，讓在自己心裏每天為他分活，每天為他孤傲，然後說是世界的錯。真正讓他蟲動的，唔係找到一個更理解他的世界，係拾得那個讓他，然後你似看他。而家就係香港屯門有一個女人叫做秀蘭，58歲，她的人自4年前移民了英國，浪土前最後一晚，母子兩大吵了一架。秀蘭說：你走咗，我點算人子息？媽，你西日都係咁，我點都唔夠好。門聽一聲關上，然後是機場，然後是地球浪短。4年來，秀蘭每個星期都會在家裏一個人煮一桌菜。不是因為有人來吃，是習慣了煮多了，然後一個人對着那些菜坐着發呆。他跟人子的關係沒有完全斷，偶爾視頻，但兩個人都像在完成一個任務。嗰兩句近況，你好嗎還好，然後掛掉。他以為這樣已經足夠，直到有一晚他在煮那鍋例牌的冬瓜排骨湯，他人子從小嘴內喝的，突然想起4年前那句話。你生日都係咁，我點都唔夠好。他第一次沒有把那句話壓去，而是認真地坐在廚房問自己佢講嘅係唔係真。他在廚房坐了很久，然後他拿起電話打給人子，說了一句他4年內從來沒有說過的話：阿珍明嘛，想問你，我有冇喺你細個嘅時候令你覺得唔夠好？電話那段沉默了很長時間，然後他人子哭了，就好似你阿媽生日我咪要求你咩？我真係擔心你聽到的是指責。但如果你有一日停低嚟問自己，他為什麼要擔心？他擔心背後係唔係有一份他從來講唔出口的我唔知點愛你？那日係你們之間的葉就開始蟲動了，唔係因為你原諒了他，係因為你第一次肯望見他是一個人，唔係只係一個令你痛苦的角色。宵夜就係從這件事是誰的錯？找到這件事在我們兩個人身上留下了什麼？這條路走起來唔容易，因為那個最怕面對的人，往往係陌生人，係你最親近的人，係那個你之後花了幾十年用沉默、用佢黐、用算啦，唔好講來避開的人。走向他，唔需要一場大和解，唔需要一次咁天動地的對話，有時候只需要一句我想了解你，有時候只需要一個電話，說出那句你以為永遠不會說的話。有時候只需要在心裏給那個人一個真實的位置，不是傷害我的人，是一個同我一樣帶着功課來到這世界的人。唔係你唔夠好，係你從來冇人教過你，傷口可以是一扇門，而唔係一道牆。而家請你喺留言區留低4個字：放下執着，放下執着。唔單止係對自己嘅一份接納，更加係一份俾宇宙嘅信號。當你打低呢4個字，你就係喺同那份上放低彈貨，唔帶啲力量接軌，告訴他我準備好啦，我準備好了。但如果我話你知第二個道場，甚至比這個更難去，唔係因為那個人更難面對，係因為第二個道場要求你放低一樣嘢，是你以為自己早就放低咗，但其實只係壓住，從來沒有真正重開過的東西。你會點諗？你有冇試過？你有冇試過跟自己講，算啦，我原諒佢啦，然後生活繼續，日子照過。你以為件事已經翻篇，
但係某一日、某一個畫面、某一句說話，可能係陌生人講嘅，可能係電視裏出現嘅突然高，那件你以為早就放低嘅事，就像一塊石頭從水底浮上來，重重地撞住你胸口。靈屋，你惡住了，你以為自己早就原諒咗，點解件事還在？壓住唔係放低，壓住唔係放低，真正嘅原諒係當你諗起那件事，那個人心裏面已經冇翻譯。好多香港人對原諒有一個深入骨髓的誤解，我哋以為原諒係一個決定，係你在某一個時刻下定決心，我唔怪你啦，然後件事就結束。但係佛法話，原諒唔係一個決定，原諒係一個結果，佢係你真正看清了一件事之後自然而然發生的衝動，唔係你逼自己放低，係那件事在你心裏自己輕了，強迫自己原諒，就好似把一個流水的樽用膠紙封住，然後告訴自己唔流啦，水還在裏面，壓力還在積累，某一日膠紙撐住的時候，比原來流得更厲害。佛經入面有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異，寂滅為樂。涅槃經呢句話係話，世界若生滅之間流轉，真正的平靜唔係阻止那些生滅，係當生滅完全走完之後，那份徹底的寂靜。用今日香港人嘅話嚟講，你經歷過的每一件傷心事，它本來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如果你讓它走完，它自然會寂滅。但如果你喺中途用算啦，我原諒你把它封住，它的生命就企唔會停，只會喺你心底下繼續走，繼續走，繼續積，等待一個缺口。呢個就係點解好多人原諒完之後傷口還在，因為那個傷根本還未走完他該走的路。宋代江南有一個官員叫做裴休，裴休做官清廉，為人方正，是一個連政敵都不得不承認其品格的人。但他有一個心結，藏了20年。年輕時他有一個至交好友叫做沈逢春，兩個人一同讀書，一同赴考，稱如兄弟。後來裴休告終，沈逢春落第，於是沈逢春開始借錢，借了又借，最後不知所終，還欠着裴休一大筆銀兩，以及更重要的一份被辜負的信任。裴休昨日啲你寫過，逢春之時，我已不怪，他以為自己原諒了。而10年後日，裴休做到高官，有一日在一個偏遠的縣城辦茶，竟然在街邊見到了沈逢春落魄潦倒，衣衫襤褸，在街邊替人寫信為殺。裴休站在街對面，望住那個背影，心裏衝起的第一個感受，唔係憐憫，唔係釋然，係一種他自己都震驚的情緒。憤怒，事隔20年，那把火還在。他以為自己早就寫低我已不怪，但那句話只是他的理智寫的，他的心從來沒有簽過那份原諒書。裴休後來在當地掛單，遇見一位禪師，他把這件事說出來，第一次完完整整地說，包括他從來不敢承認的那部分，我恨過他。禪師聽完說了一句話：你終於肯講真話了。裴休當下淚如雨下，那一刻他才明白，20年來他以為原諒了沈逢春，其實他只是把那個恨係入心底，然後用我已不怪4個字蓋住他，不讓自己和別人看見。真正的衝動從他說出我恨過他那一刻才開始。而家就係香港深水埗一棟舊式唐樓3樓，住着一個71歲的老人，叫做郭強伯。他的太太患了認知障礙症已經6年，頭2年太太還認得他，後來開始唔認得，有時候會叫他陌生人，有時候會推開他，說你想點。郭強伯每次都笑住說唔緊要，幫他還沙餵飯，扶他去廁所。鄰居都說郭強伯真係好，對太太咁愛，對太太咁好。但係有一晚，郭強伯一個人坐在廚房，望住那碗熱好了但太太不肯吃的粥，突然間眼淚就落下來了。唔係因為太太病，係因為他太病，係因為他太病，係因為他突然想起太太年輕時有一件事，一件他之後從來沒有對任何人提起過的事。太太曾經喺佢最難的時候選擇了另一個人。那件事發生在40年前，他當時說：算啦，
我唔怪你。然後他哋繼續過生仔、共流過了幾十年的日子。他以為那件事已經過去了，真美一晚，望住那碗粥，他才發現他這40年來對太太的好，有多少是真心的愛，有多少是一從無聲的償還。你欠了我，我用我的好來證明我比你高尚。他坐在廚房，第一次對着空氣說出那句話。我唔係唔怪你，我係唔敢怪你，因為怪你之後，我唔知自己係咪仲愛你。說完那句話，他哭了很久。然後奇怪的事發生了，他抹乾眼淚，端起那碗粥，走進房間，坐在太太床邊。太太望住他，自此沒有說陌生人。太太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郭強伯說那是他40年來第一次感覺那隻手是真實的，就好似你哋兩個人在同一屋檐下住了幾十年，但其實你從來沒有真正望見對方，因為你望見的永遠是那件事之後你給佢貼上的那個標籤，那個標籤就是你的業。只要標籤還在，你哋的關係就係隔着一層玻璃，看得見碰不着。宵夜的第二個道場就係那個你對自己說我已經原諒，但胸口還有翻譯的日，那個翻譯就係業障告訴你呢度仲有功課未做完。你以為講我原諒你係勇敢，其實講我唔係真係原諒你勇敢，我只係唔知點算，先係最需要勇氣嘅一句話。而家請你喺留言區留低一個阿彌陀佛，每一個阿彌陀佛都係一份對自己嘅承諾，我願意承認我心裏仲有些嘢我自己都未完全睇清楚，唔需要解釋，唔需要講俾任何人知，只係對自己成佛一世一生只一次。去遠第一個道場你學會了，那個最怕面對的人其實是一面鏡子。去遠第二個道場你學會了，你以為放低咗的可能只是記住咗，但高僧話仲有最後一個道場。好多人以為宵夜一定要面對另一個人，但第三個道場唔需要任何人，佢只需要你一個。而這個道場就在你每一日經過但從來唔曾真正停低嘅地方，係那個樣你終於靜落嚟聽見自己嘅地方。你有冇試過真正的安靜都云？唔係沒有聲音的安靜，係那種手機放低了，沒有人需要你回覆，沒有一件事在等你處理，你坐喺度，腦海裏也沒有任何一個聲音在催你，那種安靜。你有冇試過？好多香港人已經很久很久沒有試過那種安靜了，唔係因為生活太忙，係因為我哋已經習慣了用網來填滿每一個空白。地鐵上刷手機，等人睇開耳機，睡前煲劇，就連如此都要帶住部電話。我哋唔係享受那些內容，我哋只係唔想讓自己靜落嚟，因為一旦靜落嚟，那些嘢就會浮上來。高僧話你最怕安靜，正正係因為你最需要安靜。宵夜唔需要特定嘅地點，需要嘅係一顆肯靜落嚟聽自己的心。而每一個讓你真正靜落嚟嘅地方，就係你的道場。好多人有誤會，好多人以為宵夜一定要去一個神聖的地方，要去寺廟，要去名刹，要去有法師、有香火、有鐘聲的地方才算數。但係佛陀自己係在一棵樹下沙道的，唔係什麼神聖的宮殿，唔係什麼供奉了千年的道場，係一棵菩提樹，樹係一塊地，然後一個人坐下來針古也坐下來靜止。佛陀在菩提樹下坐了49日，沒有香火，沒有香火，沒有法器，沒有任何一個人在旁邊指引他。他只是坐着，讓所有的念頭來了又去，讓所有的恐懼浮上來又沉落去，讓心慢慢回到他本來的樣子。2500年後，你苦樹的後代還在菩提迦耶站着，但佛陀留下來的唔係那棵樹，係那個時課。你的道場從來唔需要別人來認證，他只需要能讓你停下來聽見自己。佛經入面有云：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有論，皆有佛性，皆可成佛。涅槃經呢句話係話，每一個生命本來就具足覺悟的種子，成佛唔係從外面得到一樣嘢，係把本來就在你裏面的東西讓它顯現出來。用今日香港人嘅話嚟講，你唔去到場取什麼賄賂，你係去到場把那些蓋住你本性的灰塵
慢慢抹走。呢個就係話，道長的功力唔係給你添加什麼，係幫你減去什麼，減去那些噪音、那些執着、那些你用來填滿安靜的東西，直到你聽見那個一直在你裏面從未支開過的聲音。2500年前，菩提樹下，悉地多太子已經支開往公6年裏，他試過最嚴苛的苦行，每天只吃1粒米，他身體磨練到皮包骨，他以為折磨身體可以讓靈魂得到解脫。但6年後，他發現他只是把執着從快樂換成了苦行，本質上他還是在執着。有一日，他接受了一個牧羊女蘇加塔供養的乳味，恢復了體力，然後走到一棵卜缽羅樹下，鋪上吉祥草，坐下來。他對自己說：若不證得無上菩提，我終不起此座。然後他什麼都沒有做，他只是坐着，讓那些紛飛的念頭來了又走，讓那些恐懼一個出現，然後一個在他平靜的爵士下消失，回到那個什麼都沒有發生之前的狀態。49日後的那個清晨，他抬起頭看見天上的星星，然後他笑了，不是因為他得到了什麼，是因為他終於放下了什麼。而家就喺香港天水圍有一棟居屋頂層，住着一個74歲的老人，叫做福叔。福叔年輕時做地盤，做了30年，雙手粗糙，背已經有點駝。2個仔1個女，各有各忙，逢年過節才會來食頓飯。老伴這了7年，他一個人住，鄰居都以為他一定很孤獨，但每次見到他都笑嘻嘻的。福叔有一個習慣，堅持了20年。每天清晨5點半，他會搭升降機上天台，在那裏種了幾盆菜，有蔥，有番茄，有一盤長得美美斜斜的芽枝。他每天早上在那裏坐半個鐘，不做什麼，就是坐着看着那幾盆菜，看着天色從深藍變成橙紅，看着遠處的樓群一棟一棟亮起燈。有人問他：你唔還冇咪？每日坐喺度睇菜。福叔說：我唔係睇菜，我係聽知己。鄰居聽知己，鄰居聽唔明，笑他老糊塗。但福叔知道那半個鐘是他一整日最清醒的時候。他的老伴走的那年高，試過每晚睡不着，腦海裏反反复复播放那時如果當初我早點帶他去看醫生，如果當初我少做幾年地盤都陪他，如果當初他那段時間去過廟裏求過簽，但心裏的播放鍵還是停不下來。直到有一晚，他一個人走上天台，在黑暗裏坐着，讓那些如果當初一個一個浮上來，一個一個，他就靜靜地看着他們，不跟他們爭，不壓住他們，只是看着。那一晚，他在天台坐了3個鐘。他說那3個鐘是老伴走後，他第一次感覺他還在他旁邊，不是鬼，不是幻覺，是那份他一直用如果當初蓋住的真實的思念，終於在那個安靜裏找到了他原本的形狀，唔係遺憾，係愛。從那晚之後，他開始每天早睡上天台，那個天台就是他的道場。就好似你試過某一個早上鬧鐘響之前自然醒，窗外剛剛開始亮，整個城市還沒有啟動，你躺在床上什麼都不用做，腦海裏難得地安靜了一會兒。你有冇發現，就是那幾分鐘，你想清楚了很多平時想不清楚的事，那幾分鐘就是你的道場。他唔在山上，他在你的牆前，在你的天台，在你每天上班路過的那個公園長椅，在你偶爾一個人坐着發呆的茶餐廳角落，任何一個讓你停下來聽見自己的地方，都可以是你的道場。道場唔需要香火，需要的只是你肯坐低，好安靜，肯讓那些一直在等你的聲音，終於何有人終於開口。但點解靜落嚟這件事對香港人來講，難道似乎是一項修行？因為我哋的城市訓練我哋做的恰恰相反。香港的節奏告訴我哋停下來等於落後，等於沒有生產力。一個人坐着發呆等於浪費時間。於是我哋用網來證明自己的價值，用充實來回避那個必須面對自己的時刻。但業障會因為你忙就停止運作，
他停止運作，他只是在等，等你有一天忙不動了，他不動了，那些你一直用忙碌壓住的功課，就會以一種你無法再迴避的方式來到你面前。與其等到那一日，不如今日主動給自己一個安靜的時刻，坐下來聽一聽那個一直在等你的知己有什麼話想說。宵夜的3個道場走到這裏已經全部出現了。第一個是那個你最怕面對的人，去到他面前真實地相遇一次。第二個是那個你以為已經醞釀但空口還有反應的人，去到那個反應面前說句真話。第三個是那個讓你靜落嚟的地方，去到那裏坐下來，讓那些等了很久的聲音終於係夠的聲音終於開口。3個道場都不在山上，都不需要香火，不需要法器，不需要任何人來認證，他們只需要一樣東西，嚟讓人過嚟完安寧你願意到來。但係去完3個道場之後，還有一件事是大多數人做漏了的。漏了這件事，前面做的所有嘢好可能會慢慢歸嚟，唔係因為做錯了什麼，係因為有一樣嘢，如果你唔做，業障少了還會再接回來。那一樣嘢簡單到你可能會覺得咁簡單坦蕩，係咪真？你有冇試過做完一件你以為很重要的事之後，突然唔知係一步係咩，唔係失落，係一重奇怪的空，像一個人走完了一段很長的路，終於到了目的地，站在那裏發現自己唔知應該做咩表情。好多人去完道場，做完功課，說出了那句憋住已久的真話之後，會有這種感覺，然後因為唔知做咩，就開始找係一件事來做，係一個道場，係一個方法，係一個方法，係一個據說有效的修行方式。高僧見過太多這樣論，佢哋花了一輩子不斷去消業，但業障始終清不完，因為佢哋漏掉了最後也是最根本的一步。那一步唔係再做多一件事，那一步是停止扮演一個不是自己的人。消業嘅終點唔係變成一個更好嘅人，係變回那個最真實嘅自己。呢個講法，好多人第一次聽會覺得咁簡單，係用簡單，也不係講落去簡單，做落去簡單，做落去是一輩子的功夫，因為我哋從細到大被訓練做的，恰恰是相反的方向。父母話你要乖，唔好咁多要求；學校話唔好咁多要求；學校話你要嚟，要考好成績；社會話你要失控，要有樓有車有家庭。於是我哋有一個又一個別人給我哋的標準，慢慢把自己真實的樣子一層一層蓋住。那個被蓋住的自己唔係消失了，係壓到最大，變成一把聲音，在你最安靜的夜晚問你而家做嘅呢啲真係你需要嘅咩？你有冇聽見過那把聲音？那把聲音就是業障最深處的根，你與自己的所持。佛經入面有云：歸元聲無異，分辨有多門。靈經呢句話係話，回到本源本性只有一個，但通往那裏的方法可以有千千萬萬重。用今日香港人嘅話來講，消業的方法可以有好多重，但所有方法最終去的都係同一個地方，回到你自己。呢個就係話，去完3個道場，面對完那些人，說完那些真話之後，如果你走出來，還是繼續扮演一個別人期望中的你，那些業遲早會重新積起來。因為業障的根在於你活得唔像自己，每一次你為背自己的真實感受去遷就一個不屬於你的角色，就係在重生的業，不是別人逼你的，是你自己一次又一次選擇了那個更安全，但不是真實的自己。銅鑼灣軒尼詩道旁邊一條小河，夜裏11點半，一家24小時茶餐廳，燈光有點昏黃，卡咗你稀稀落落坐了幾個人。角落那個卡座坐着一個男人，叫做志明，47歲。他今晚一個人，桌上放着一碗雲吞麵，剛剛上來熱氣還在飄。他望住那碗麵沒有立刻吃，只是用手捧住個碗，感受那份熱度。志明做了20年會計，唔係因為喜歡，係因為當年父親說讀會計餓唔死，他就讀了，然後入行，升職，結婚，生仔，結婚。生仔，供樓每一步
都搭着別人幫他規劃好的格子嚟今晚。他在考完會後最後一科，跟朋友去慶祝，沒有叫他，他一個人出來，就到這家茶餐廳坐下來，點了一碗雲吞麵。他坐在弄，他坐在那裡，第一次沒有拿起手機，沒有打開任何東西，只是坐着望住窗外軒尼詩道上來來往往的車燈。他突然想起自己年輕時最想做的事，係畫畫，不是什麼偉大的夢想，只是喜歡，在紙上畫畫，或街景，或那些他覺得好看但說不出為什麼好看的東西。父親說畫畫唔食，唔好浪費時間，他就沒有再畫了。然後是20年，他望住窗外那些車燈，想起自己已經很多年沒有認真望過街道了。每天走在銅鑼灣，他望的是時間，是下一個目的地，是待辦事項清單。那一晚，他第一次只是望着，他拿起紙巾，用手邊的軟紙筆在紙巾上畫了窗外那條街，畫得很長，線條歪歪扭扭，比例全錯。但畫完之後，他低頭望住那張紙巾，感到一種他已經很久沒有感受過的東西。他想了很久，才找到那個字，那個字叫做自由。他慢慢拿起筷子，開始吃那碗雲吞麵，麵已經有點漲了，湯有點涼，但他覺得這是他很多年來吃過的最好吃的一碗雲吞麵。就好似你有時候一個人行在街上，突然做了一件無聊的事，蹲低來睇一隻流浪貓，或者抬頭望一望你從來沒有注意過的樓頂，或者突然想起一首很久沒有聽的歌，然後那首歌就在你腦海裏播了一整個下午。那些無聊的時刻，就是你最真實的自己在探頭出來望你一眼。佢唔係要你做什麼大事，佢只是想告訴你，我還在。昔日的最後一步，唔係做到完美，唔係變得更好，係聽見那把聲音，然後對他說：我聽到你了，我記得你了，我唔會再把你蓋住。3個到長街上這最後一步，整條路其實可以用4句話來概括。第一句，看見那個你最怕面對的人，走近他。第二句，承認那個你以為放低了但其實沒有的說真話。第三句，找到那個讓你靜落嚟的地方，坐下來聽。第四句，記起那個最真實的自己會去做它。4句話，沒有一句需要你去買什麼、求什麼或者成為什麼，他們只需要你一次又一次願意回來。業障唔係你的懲罰，係你帶來呢個世界的功課。而每一次你選擇做回自己，就係還了一筆債，輕了一分，似那個本來的你又近了一步。志明那晚撕開茶餐廳的時候，把那張畫了街景的紙巾折好，放進銀包裏。他唔知自己會唔會重新開始畫畫，也許會，也許唔會。但他知道那張紙巾他會留住，不是因為他畫得好看，是因為那是他很多年來第一次做了一點純粹因為自己想做，而就用溫而做的事。窗外的銅鑼灣還是燈火通明，車聲人聲從未停止。但他走在那條街上，腳步比來的時候輕了一點。而家我想問你最後一個問題，唔使答我，答自己就好。你有冇一件事係你好耐之前想做，但因為唔實際、唔識別、一唔明，你就放低咗的？如果又係留言，可以話我知。你唔需要解釋，唔需要說得完整，一句話甚至一個字都可以。我會睇每一個留言。呢唔單止係分享，係你給那個一直在等你的自己一個信號。我記得你，野心了。如果你睇到呢度，唔好急住走，坐低一陣，唔使做咩。你本來就已經夠。